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0月7日公司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戴淑君。咱先来看今日有什么新闻重点。气象署伫11点半解除小克风台的海上风台警报，详细连假受到东北季风影响，水气较高，各地会落雨。小克风台伫红头树线17级强风，造成电力设施损伤严重。台电跟中油派出20外个技术人员坐直升机去救灾。被岛民用工厂4个巡街消防人员今仔公祭，总统蔡英文嘛精心颁发保养令，上映最后一天。新闻车先来看气象署伫11点半解除小克风台的海上风台警报。明仔载开始就是双十连假。气象署指出讲，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明仔载到后礼拜一水气较高，各地会落雨。小克风台扫过南部，侪侪所在拢出现灾情。随来风台拍算的扫对中国广东去，气象署伫咧中昼解除海境，各地风雨嘛豆豆转好。因来过来就是双十连假，拜六礼拜各地受到锋面含东北季风的影响，一直到后礼拜日，北部、东北部落雨几率较悬，其他地区天气嘛拢无稳定。爱到拜三的时，雨水才会较少。星期天到双十节这段时间，受到锋面通过以及东北季风逐渐增强的影响，其实北部东半部地区整天云多，降雨几率比较多。至于迎风面的花东啊，还有恒春半岛、新竹、苗栗、马祖也有局部短暂降雨的现象。随来各地气温的部分，双十连假时，北部、东北部较秋晴，大约25至27度左右；马祖是21至25度，偏乌金门是25至29度。因来华东地区中南部低温大约25度，只是分别会有31度和33度左右。气象署也特别提醒，虽然风台离咱愈远，各地风雨会变较细，不过沿海的风影有关增强。而台风逐渐离开，但是海面上风浪还是很强劲，提醒大家在西半部的沿海以及澎湖、金门、马祖还是有3到4米以上的浪高。沿海的强阵风也比昨天来的好多了，但是仍然提醒，像金门、马祖还是有8到9级的强阵风。这几日除了避免去海边山区因为土木咸水较松软，可能会发生危险。气象署呼吁民众唔通上山。另外，气象署指出，菲律宾东边海面有热带扰动，不过后续敢会变作风台，要该继续观察。记者卢尚如、林巧凯台北报道。这届风台的风雨是真透，中华有2个查甫人昨透早骑倒摆，经过陕西乡的沿海路的时，但伫路边的碰撞熊熊呼风升起来，骑车的2个查甫人是去累残，一个是无喘气心跳，目前在抢救另外坐伫后倒摆后边的人嘛受伤。另外伫南投立外潭一个大型的水上工作平台，锁啊嘛风扇断，这个平台嘛险去弄到船只。救护车赶到现场，竟然确认伤者的状况。其中一个伤者也是清楚只有轻伤，不过另外一个伤势严重，失去喘气甲心跳，分别指数只有3。立即前往评估之后，发现他没有生命征象，没有呼吸脉搏，立即实施 CPR。5号凌晨5点左右，当时小克风台风势转强，2个男子当时骑奥多麦相载，经过中华陕西乡沿海路的时阵，疑似无注意到路中已经有被强风吹起来碰撞，机车弄到了后，2个人双双倒在土骹。该逃亡床垫是废置在这个废弃工厂的空地上那因为这个台风来袭造成这个床垫遭这个强风吹到这个路中我也讶异说，一个床垫怎么会四处乱飞？详细事故原因，警方阁进一步调查。不过碰撞是安怎来的？工团负责人甲厝边是拢有家己的讲法。东西他放怎么可能是我的责任？那个是他的。原本就伫遐，中国的风台就伫遐。至于南投日月潭5号嘛，因为真强的风势，一座水上工作平台被强风吹断歪索，一度为月牙湾来吹到潭中的水线码头附近，也嘛弄到观光船。针对如果有强风警报的话，施工厂商的一个水上施工平台跟各个船家工位能够加强游艇的一个固定。日管处表示，这个作业平台是时间枪伤所有，被强风吹到湖面是真罕有发生的代志，已经请枪伤拖转去，加在无造成进一步伤害。记者中华南投采访报道。
洪台造成红头树真严重的损伤，水电、电线佮公路拢中断咯。全岛4个村只剩1个村，勉强佮有电甲网络，一寡厝佮学校拢受到损害。今仔嘛佮继续停班停课，民众是无用的大摒扫来整理处理。台电中油早起嘛派出20外个技术人员，坐国军甲空勤总队的直升机去红头树，县政府嘛协调货轮载大型的机械去救灾。南州即摆风台靠120年以来上强的风，全岛受灾惨重，民体甲学校拢严重受损。居民即摆全力自救复原。开元港内9成的大细船只拢停去，乡公所派机构甲渔民斗阵鼓，灾后复原工作是真困难。这个台风没有办法，那我们只能靠自救。那当然后续的动作我们还是要靠政府。电力受损上严重，全岛还有1000多户停电，加油站也免使用，发电机特别无油。县府、台电甲中油透早派出将近30位技术人员，坐空勤总队、甲国军救难直升机，分配去救灾。需要重型机具甲抢修零件，也到复工期港码头准备运去的货轮送到南市。台电表示，等机具到位，会赶在2天内恢复全岛的供电。技术人员的进驻兰屿是最能协助我们的抓斗车、山猫、卡车以及等等我们需要还有我们台电需要的变压器等等，那都会在明天傍晚前陆续会到达兰屿。这个重型机械下来之后，我们预计在48小时之内让所有的全岛能够恢复供电。南投乡今日停班停课，全岛居民用要全部出动斗阵救灾，希望在上短时间，让大家生活恢复正常。记者综合报道。小犬风台的海上警报伫11点半解除，这风台对屏东的恒春半岛造成严重的灾情，满洲乡全乡大停电，目前嘛无水，佮无信号。台电是继续的抢修，望国民党赶紧来恢复供电。往满洲乡有一条对外道路淹水，车是无法度行。当地店家是讲这是今年上严重的风台，望讲政府会当来斗3天。总统蔡英文早起伫屏东参加选职消防员的讲座，嘛伫下晡去满洲乡勘灾。土山水一直对水沟内面冒出来，规个路淹水淹到半个领遮悬。这是要通往屏东满洲乡的其中一条对外道路。桥头路因为小犬风台的大雨淹水，车无法度过。改行新庄路，台电将一个新庄路进行抢修的工作，甲长期的电火条啊刷走换新的。台电的工作人员找了冒着大雨继续抢修复电。小犬风台对屏东地区造成严重的灾情，满洲乡大停电，连续2天无电，43支电火条啊派去。预期今天之内能把这40几支给重新恢复送电吗？我讲这是我们努力的目标。今天不管怎么样，我就要拼了呀。所以又刚好这种天况这样子哈，原本如果说像昨天天气比较好一点的话，还比较好解决。满洲乡即马无水无电，通讯未通，停班停课，情形真严重。店无法度做生意，伫咧处理善后，这边风台灾情严重，影响生活，希望政府斗3天。灾情很大，第一个没水没电啊，第二个有没有像我们这是租的房子啊？你可以看里面，里面全部都是灌水啊。满洲国中的天棚和风台规个吹走。本来要当作居民的收容所，和分水岭部落62个人来遮住，淹过风台带来大风，吹雨甲活动中心规拢破坏，造成真侪所在淹水，只好赶紧甲居民安置到饭店。国军也派人进驻满洲乡，协助学校进行灾后重建。这边因为风灾的关系，把我们整个屋顶先走了，所以到现在可以看到这个落雨的这个状况，就室内的空间变成没有办法让乡亲来避难使用。伫咧垦丁量贩公园边的军方雷达站，有一个球形的雷达挂，互风台吹到破去，碎片也甲规死过。空军再去派人来清理，讲伫内面雷达的装备，伫咧风台警报进前就已经撤离，无人伤亡。记者综合报道。屏东的恒春今仔有13间学校停课，其中恒春的太平国小棒球场的设备规个拢互风吹到，满洲国小的体育馆窗仔嘛拢破去，所以体育馆是淡落落。
校园内底原本会当互学生拍棒球的球场，即马全部拢互风雨吹倒去。小客宏泰强风强雨来造成屏东恒春镇即个大兵国小，毋但棒球场设备损害，连厝顶拢互风吹甲掀起来，树仔嘛拢倒去。校方表示，已经真久无拄到遮尔强的风台。我来这边没有一次台风是会把这个吹翻的啦。我们都想说，当然其他的比较轻的有可能，但是这个以这么重的货柜屋都可以这样，等于是连根拔起。来看满洲国中，遮个体育馆楼梯亲像水冲共款，水直直流，窗仔玻璃嘛拢破破去，连厝顶嘛有水灌入来。满洲国中嘛是即摆风台受害者之一。目前学校暗算伫双十连假就物件修理好，望后礼拜会当顺利上课。窗户玻璃，然后整个铝门窗被打飞掉，然后顶楼就是那个泄水不及，整个灌进来。像这个应该也是泄水不及的，整个灌进来。那边已经整片都已经被飞走了，所以水一直进来就没办法处理它。受到风台影响，恒春半岛切了13间学校是停课。即摆毋但校园灾损，伫垦丁的基地带嘛挡袂掉小客风台风雨，规个拢吹倒受损严重。所以即摆垦丁地区的信号拢会无好，等咧等待电信业者赶起来修复。记者钟义辉、邱兆勇屏东报道。婚礼今仔是正常上班上课，也毋过今仔早起，未了高中的学生囡仔去学校，发现讲铁门无法度开，学校临时宣布停课。台电表示讲，深海风严度真悬，佮加上风背山影响着送电，所以婚礼即届有5万外户停电，佮继续的抢修，嘛已经陆续恢复供电咯。落日透早，为了高中学生到学校后，发现每一栋大楼的铁门因为停电无法度来开，校方紧急将学生直接宣布停课。老师无愿通知学生的家长接囡仔，交通车嘛无愿载着囡仔回去厝。佫无送来时阵，宣布放学咯，有个人倒去咯，电才送来已经囡仔有的拢已经家长有人来载倒咯。承受到清晨还是没有办法复电但是因为我们昨天就已经宣布说，也没有办法及时通知孩子跟学校来以后，我们赶快做一个紧急的一个处理。未了高中校方表示，5日暗时学校供电稳定正常，但由未了地区部分的电力抢修中，造成学校半暝伊佫断电，无法度临时联络家长，才到学校做紧急处理。但另外云林4号南关国小，虽然因为电力中断，但校方提早营正常上课。还是让他来学校能上多少上多少，可能就是一些数位的东西没办法用。其实老师的专业能力没有电脑，他们是有办法上课的。路修复之后要试送电，因为延程，所以都试送不成功。那累积到目前为止，最高停电户数呢，在云林地区达到了5万多户。那尤其是在麦寮，还有2000多户的停电户数。台电云林区处表示，这届风台虽然无落雨，但强风所带来严电，导致电力设备开关故障，到6号上午8点，全关国6000外户持续抢修中，差不多中昼中恢复供电。教处就指出，然后因为无电全影响停课，包括未了乡的桥头丰安国小，各未了高中总共3间学校，继续用云报道。屏东民用工厂火灾造成4个消防人员殉职，县政府举办联合公祭，受到风台影响延期到今仔才举行。总统蔡英文嘛亲身去屏东体育馆，为这4个消防员颁发保养令，送因最后一程。目前政府已经启动灾害调查，厘清事故的原因，各界关心的消防政策以及管理机制等议题。我们也跟各界共同讨论家属建议，相关的抚恤余文金也会从优从速，让家属可以安心的生活。总统蔡英文感谢殉职消防员的奉献，嘛承诺讲外界关心的消防政策和管理机制等议题，会当各界来讨论哦。在公祭之前，殉职消防员的家属和消防员的团体，嘛开记者会，望讲县政府会当交代意外过程和抢救的程序，嘛爱说明捐款专款的钱是安怎来使用。咱再来看唱水人12案继续的传销，国民党的立委马文君表示讲，又甲录音档送予韩国政府来协助调查，也毋过伊嘛强调讲，国防部是知影这个内容无牵涉到机密。国防部长邱国正早起表示讲，伊知影这录音档案件嘛已经进入司法的程序，因会来配合检调的调查。
尖水南泄漏秘密案持续的议论，国民党立委马文君互人指控将机密资料交予韩国国安单位。马文君初五伫面册证实有送出人伫讲的录音，不过伊表示，迄个时阵有甲资料交予国防部商务处长方茂宏。方茂宏是讲，这是厂商伫咧竞争，无虾米特别的机密资料泄漏，所以请调查局也有韩国政府协助调查，认为家己袂使无举报。有，我这个时候这件事情啊，我们点点滴滴我都有参与啊。现在这个案子整个已经进入这个司法程序啊，检调也会来问，所以我们到时候一切就配合检调他们所需要的资料的话，我们会全数提供。国防部长邱国正初六表示，知影录音这件代志是不是有机密性，都交由检调去判断。希望这件代志会当平和落幕，因为这是对台湾的建设有帮助。马文君找人伫立法院质询的时阵，真激动要求检调对当初讲的有军火商假资料交予中共大使馆的国安会咨询委员黄曙光进行调查。他是始作俑者。这件事情出以后，第二天我们的确海军团有跟他接触，可他自己讲说，好像他并没有指明赵信贤哪一个人，就是不能够再做一个评论了，越评论会越。部长，我没有要你们评论，我说你们要怎么做。是毋是甲这个案立案调查？法务部长蔡清祥表示，立足牵涉到刑事责任，交予检调搜证依法处理。立法院12/27要邀请国防部长邱国正到立法院进行专案报告。尖水南这个议题一定会阁变作焦点。记者综合报道。明年的总统大选，在野党到底是要安怎整合？民众党的总统参选人郭文哲是主张讲哦，爱比民调，赢的就选总统，输的就推荐副总统的人选。侯友宜嘛回应表示讲，会善意积极来沟通哦。民进党的赖清德伫接受日本媒体的访问，嘛呼吁讲国际社会都爱团结，阻挡中国的野心。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早起开教育政策记者会，提出11项主张，希望会当解决目前幼儿教育、108课纲、技职教育、高等教育所拄到的问题，也个补助私立大学学费增加到5班，也划出学贷免利息延长。学生毕业以后，他这个免缴本息的宽限期大概只有1年，那我们把它延到2年，那政府来负担。那减少新鲜人刚毕业的压力。大选就即要到啊，在野的整合正受注意。民众党总统参选人郭文哲结束美国访问行程，初6透早返到台湾，搁再提出若配合具体方案，讲经5间民调公司用民调来决定，赢的一边做正的，输的一边会当推荐副手的人选。要若什么时阵做民调，就看国民党安怎回应。这次回来会跟朱立伦主席还有那个侯友宜碰面吗？刚刚回来吧，看幕僚怎么安排吧，提案嘛，就是说好，我们比民调，赢人当正，那输的一边就推荐那个副的，在综合考量还是组成一队最强的这种胜率最高的候选人。这一段时间，我们也看到国民党跟民众党在对垒很多的善意。在这个既有的机制之下，那蓝白的合作，我们更积极的去做好沟通。因那民进党的赖清德是伫咧宣布参选了，第一遍接受日本媒体 NHK 的专访。赖清德讲，为了要防止台湾有事，希望国际社会团结阻止中国，也希望日本会当甲台湾深化并且加强合作关系。记者综合报道。后礼拜2就是国庆日，今仔透早，国军进行最后一届的空中全兵力的操演，包括大八国旗的吊挂、用用高教机、冲场、甲 AT3教练机编队飞行、放红白蓝的彩色烟哦。通过总统府的天顶，有真侪准备要上班上课的民众，拢停伫路边伫欣赏。挂大型国旗的次努克运输直升机，早起搁再飞过总统府，国军进行国庆日进前最后一届空中全兵力的练习演出。2台乌鹰直升机在国旗的一前一后来护卫。虽然风台天的影响，台北市的云有较低，毋过无影响。6号早起5点50分，陆续有5台用鹰高教机嘛飞过，场面真壮观。还有6台 AT3教练机编队飞行，放出红白蓝3色的彩烟飞过总统府。
国军早起进行空中全兵力的练习演出，凯道周边早就未少民众收调的要翕上精彩的飞行画面。为了要让国庆大会空中操演顺利，国军嘛做好准备。国防部嘛请民众听到飞行机、发动机的声音，唔免紧张，摇头一手为国军来加油。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来看，罗西亚总统普廷将发表年度演说，伊批评西方国家上过刻薄、脱离现实，嘛搁再强调讲罗西亚的特别军事行动是为了要阻止战争的发生哦。也毋过，罗西亚将又搁针对乌克兰的哈尔科夫发动空中攻击，造成当地至少51个人死亡。攻击过了，规个厝境拢倒来，搜救人员将遇难者的尸体卷出来。乌克兰东部的哈尔科夫，最后受到俄罗斯的飞弹攻击。迄当阵，库皮扬斯克的赫罗扎村一间咖啡馆，有真侪村民正伫咧为一位乌克兰士兵举行守灵的活动，结果造成严重的死伤。Із них 51 людина загинула і 6 поранено. Скільки було дітей? Нам відомо лише хлопчика, 8-річного хлопчика, який знаходився. 这个村有1/5的人伫这边的攻击死亡，所有的死者拢是当地村民。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批评这种针对平民的攻击行为，甚至不应该讲是野兽，因为按理讲对野兽是一种侮辱。这是俄战争开战以来平民死伤上惨重的攻击，联合国也强烈谴责。不过，俄罗斯总统普廷伫咧岛港圣地所起的一场年度论坛发表演讲时阵，批评西方国家自大，而且脱离现实，也重申发动特别军事行动是为了要阻止战争。Вы сказали, сожалеем мы или не сожалеем? Ну, что нам сожалеть? Это же не мы захлопываем дверь для совместного общения. Это же Европа от нас отгораживается и создает такой новый железный занавес. Не мы его создаем, а европейцы его создают. Себе в убыток и себе в ущерб. 普京也讲，自从乌克兰6月发动反攻以来，已经损失超过9万位士兵。若是无外部的援助，乌克兰的经济加军事实力只敢来当挡1礼拜。伊也讲，若是俄罗斯受到核武的攻击，或者是生存受到威胁，因就可能使用核武，敌人培有生存的机会。Я все понимаю, мы внимательно смотрим и относимся, поверьте, с уважением к вашей точке зрения. Но вот я не вижу такой необходимости. Там менять нашу концепцию. И потенциальный противник знает обо всем, знает о наших возможностях. 普京也讲到，瓦格纳集团领导人普里戈金8月空难死亡的原因是飞机内面的手榴弹爆炸，并不是飞弹攻击。公司新闻郑伟林编辑。再来看，伊朗强逼女性挂头巾哦，又搁发生冲突。有一个16岁伊朗的少女，可能是无挂头巾，坐地铁的时候警察拍甲重伤。伊朗官方甲地铁公司公布影片，证明讲因无拍人。也毋过外界是质疑讲，这画面有真结果。人权团体嘛要求讲，爱公布车厢内底影像。16岁伊朗少女阿米塔，和做伙坐地铁的朋友按地铁来讲出来，风声讲伊伫首都德黑兰坐地铁的时阵，无照规定戴头巾，和道德警察查问了后，攻击甲昏迷。目前人伫病院观察，毋过事后地铁公司公布一段哪像经过剪辑无车厢内的影片。而且讲阿米塔因为血糖上低，才踮咧车厢内向阳昏倒。经过否认这件事件有集体冲突，伊朗官方媒体甚至公布阿米塔爸母的访问画面。阿米塔的爸母讲，因的查某囝并无受到任何的攻击。من تصاویر مترو رو دیدم اون چیزی که مردم میگن فکر نکنم باشه من خودم قشنگ تصاویر رو دیدم که مثلا چجوری افتاده چجوری بچه آوردن پیگیر این قضیه بودم فیلم مترو رو دیدم چک کردم چیزی خاصی نبود که بخوام مثلا 不过，课题人权非政府组织讲，伊朗当局对阿米塔爸母施压，强迫因讲这款话。另外，因伫受访问的时阵，并有高层官员伫现场监视。因国禁止阿米塔的爸母伫社群媒体公布伊的相片，嘛禁止因和人权组织有任何的交谈甲直接。阿米塔的遭遇嘛有外界忧心，伊可能会和伊朗科特族女子艾米尼同款。去年9月，艾米尼因为涉嫌违反戴头巾的规定，和道德警察关押期间死亡。 引起国内甲各国民众排山倒海强烈的抗议，控诉道德警察占权乌白来。
抗议的时间有几个月久。 این حادثه‌ای که پیش آمد دختر جوانی درگذشت خب حادثه تلخی بود دل ما هم سوخت 叶美妮过身已经满1年，伊朗政府使用暴力镇压，当时将近600个抗议民众死亡，部分受到伊朗处决。虽然伊朗的道德警察把暂时停止伫瓜亚路巡逻，不过今年7月中旬又搁恢复巡逻任务，强迫伊朗女性要遵守伊斯兰警察的规定，讲若是发现违规无戴头巾的女性，会先警告。 若是阁无改进，会采取法律行动。公视新闻新乐培编译。新加坡政府为着要解决塞车的问题其中有一个办法，就是收正贵的车证的费用，一张至少得爱新台币245万块起跳。较大型的车一张车证嘛已经起到台币344万，是这个政策伫1990年实施以来上贵的计数。 新加坡是全世界生活成本上悬的国家之一，有一台车会当讲真车祸的代志。为了整治塞车的问题，新国政府伫1990年引入车牌配额制，用来控制汽车的总数。主管机关每个月会举行2届招标会，车主必须先成功得到效期10年的车证，才会使买车甲开车上路。若做想要买的是 BMW 还是免住这种高级车，敢若车证的成本就差不多相当，还是超过新加坡 一个标准家庭年收入。新加坡10月头一轮车证的公开投标活动已经伫测试结束，1600cc 以下汽车车证先到计是新台币10.4万，差不多投票245万。 是2020年4倍外 ，SUV 等大型加高级车组车证的计数是新加坡币146002块，差不多是台票344万，起我买新加坡币5000外。大型车是新加坡币15.2万，差不多是台票358万。若是起新加坡币7000外，还阁头一遍突破新加坡币15万。 车证只是车主得到买车的权利，也阁有车本身的成本要考虑，国加税金加进口关税。车证制度让新加坡人变作是全世界买车成本上贵的国家。举一个例来讲，伫新加坡买一台 Toyota Camry Hybrid 标准新车，国加税金加车证的成本了后，要付差不多新加坡币25万，也就是差不多台票588万，比美国贵6倍。 新加坡人口大约550万，也是世界100万好业人人数上济国家之一。不过，对平均年薪新加坡币7万块，我买台票165万，家庭年薪中位数120188块，我买台票286万的新加坡人来讲，车证是买车试车一大难题。到去年底，全国私人汽车数量较无100万台。公视新闻新乐培编译。 再来关心美国猪肉标出讲有生产地状况桃园有2间业者互查到讲使用美国猪肉做火锅的肉片，外包装的原产地刷子标示加拿大甲英国，嘛已经销到全台湾各县市大约200间的店家咯。伫台中就有占80间，台中市的食安处嘛展开稽查。 进前桃园查到新兴水亭2间公司进口美猪，竟是加拿大、英国猪肉将近15万公斤，无标示美国。各参照火锅肉片全部卖予全台各县市差不多200间的小型餐饮店，敢若是台中到80间。台中市食安处接到桃园市卫生局的通报了后，马上派人稽查。是用这个厂商交的猪肉。哎，对。是从1月底开始到现在都是交这个。 台中市安处初步发现台中部分新兴冷冻将美国冷冻猪前腿肉甲加拿大猪肉参照会做成伫火锅肉片卖到15间餐厅业者。水田国际将美国猪肉加工做猪肉片甲猪肉羹卖予65间。桃园下开厂商部分新兴冷冻18间，水田15间拢已经无现货。代表持续的黑箱，持续的不愿意把牌给掀开，让民众有知的权益。 进口肉片产美猪，各地卫生局稽查时阵表示，无实在肉片早就互民众食到腹肚，引起食安风波。卫生局表示，针对产地标示无实在部分，目前咧收集资料，会移送地检署侦办。违反食安法部分相关应罚400万。记者综合报道。
针对进口鸡卵和美国猪肉标示的问题，行政院长陈建仁是强调讲，会来严格处罚标示有问题业者。伊嘛讲到讲，政府检验2万外件进口的猪肉，拢无检出莱克多巴胺哦。卫生福利部部长施瑞元嘛表示讲，进口肉的流向有一个系统的管理哦，地方政府拢查会到。也毋过，在野的立委是批评讲，当初开放有莱克多巴胺的进口猪肉，就是一个错误的政策。桃园有2间公司被查到将美国猪肉甲别国猪肉掺做伙，产地选址标示加拿大或者是英国，搁留入去市面。加上6月进口猪肉，9月才查到，互人质疑中央无把关，恐惊互生产地加入伤害。这件事情开始是由中央卫福部呢发现了资料有错误以后呢，就与地方政府呢展开联合的稽查。如果有任何的标示错误的情形，政府一定是严惩哈。希望业者呢不要侥幸行事。对于这一些猪肉的稽查哈，其实是我们经年累月都在做的，常规性的一个查核的。进口肉的流向，我们有一个非追不可的系统，这个地方都可以查得到。陈建仁也强调，检验的2万外件进口猪肉，莱克多巴胺拢是零检出。啊，不过有在野立委批评开放来这进口猪是错误的政策。没有标示，政府为什么可以放呢？结果现在厂商来骗人民，这个让美猪的市占率大幅的提升，我们的国产猪的市占率下降。整体的部分还是需要中央的各部会，包括我们的海关包括我们的食药署，还有包括我们卫福部一起合作，然后提供给这个相关的县市地方政府卫生局做采访或做查核的稽查。经过小数猪肉仪表板开放含来这进口猪肉，未满3年，开放第1年台湾猪甲进口猪占比是88%甲12%，到今年10月初10为止，占比已经是80%甲20%。自进口鸡卵前期了后，进口猪肉也引起风波。民众上关心的是食安到底是毋是有问题？记者综合报道。因为风台大雨加国际油价起的影响，咱国内9月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年增率是起到2.93%，是8个月来的新高哦。主计总处指出讲，这个物件起上济，菜色是起9%，果子起超过8%，肉嘛起超过6%。专家是认为讲，国际油价一定会落价咯，所以年底哦，咱的物价有机会较稳定。较俗啊啦。民众去买菜，第一句话就是关心菜价到底是毋是有较俗。受连续风台来影响，国内菜价甲水果价销是一直欠悬，互民众感觉钱袋也是愈来愈薄。贵，但是还是要买啊。我们都会去选择买少一点，然后就是等比较平价的时候再多采购一点。很明显差到那个，尤其是水果，2成3成大概有，还是属于高档的价位。如果真的要有一点回稳的话，就是说要下个礼拜连续假休完以后看我们这边产地昨天有没有受严重的受损的状况。主计总处公布9月消费者物价指数年增率2.93%，是近8个月新高。进一步分析，9月消费者物价指数的7大类，其中食物类起4.78%起上济，这是因为受连续风台的大水雨影响，菜色起9%，水果起8.46%，肉类因为市的成本变贵，也起6.29%。另外，疫后生活回归正常，教养娱乐类也年起2.83%。专家指出，9月消费者物价指数佫创新高，是因为风台因素加上国际油价起价，按算上近年底物价有希望回稳。10月份的这个物价还是会受到台风的这个影响，但是呢，因为进口价格其实还是在下跌，所以两相比较之下，我是认为那个我们今年第4季我们的这个物价上涨的压力还是会慢慢的降下来。专家指出，因为进口物价还有6个空间，加上新历史还未结束，相近第4季或者是明年第1季物价有机会会放慢，减轻民众消费压力。记者综合报道。已经等好全球观光的景气是强滚，也毋过欠工嘛是个真严重哦，航班嘛还未完全开放，所以旅游的成本是继续在欠悬。明年过年去北海道的团5天就要将近9万块，佮随风拢抢了是真抢市。
在疫情过了后，跨国旅游景点真侪国人拢安排出国去耍，尤其是底停线的日本上受欢迎。旅游业者已经开始卖明年春节的旅游团，像东京算5天，包括好运高古的景点，团费7万外，怎么就要卖完啦？另外一间业者是开出春节北海道5天团，计销是88888。过年暗到正月初1的团，怎么已经卖完啦？要抵就要等后补。春节会在台湾呢，比较不想出国，因为出国是太贵了。飞上海的话，之前大概是来回6、7千，现在大概要到15000，对，大概要翻倍。旅游业者分析，2024年春节有7天，假期无算长，民众安排底停航线旅游的较多，像日本甲东南亚拢正热门。怎么出国旅游团已经恢复到疫情之前的7成左右。不过因为航班无够，各个观光业者人力佫欠，也个厝价起价等原因，团费起价情形正明显，甚至也个5天的北海道花到12万。说明年春节的票价，事实上在北线或者是东南亚涨幅真的蛮高的。一个是供需问题嘛，那第二个就是因为可能航班数还没有增加到，就是这个量能还没有到达。观光产业缺工问题相当的严峻，那在这个情况之下，服务成本呢也不断的升高。估计到2024年年中，全球航班量才会恢复到疫情之前的水准。乒乓协会也提醒旅客，尤其在咧长程航线部分，因为航班无够，机位有限，除了计销起价，定然是抢无。若是要安排在咧旺季时阵出国去耍，至少要提早半年先规划。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宜兰大溪乡的李良川甲宜兰大学合作，协助当地农民成立无人机队，用无人机来监测农业的数据，进行임产业肥，卖当来预测产量哦，对提升稻仔的产量是有正大的帮助。咱做伙来了解。无人机伫田内底监测精准灌溉施肥产量预测。宜兰大学团队伫大溪一农村2年，结合当地农民甲青农，成立无人机队。那年轻人在带入一些这些科技进来的时候，有时候他们会怀疑，经过这个一个比较长期的沟通，然后去用实物的去实际的做给他们看哦。劳动力老化是即马台湾农村普遍的问题，如何让资深农民接受新设备，加轻少年人投资是重要问题。我们做这个机队的成立，主要还是希望年轻人能回来，在地的农民，就是2代农民，他们可以组织一个团体，然后互相支援。无人机队有效提悬效率，解决农村人力无够问题，青少年人愿意投入。举例来讲，机队随时监测数据，经过统计分析了后，应用人工智慧技术建立模型。宜兰大学团队伫李良村一地4分地，用无人机了后，发现年产量提悬差不多300公斤，已经有效减少使用肥料。针对真正少量的缺肥的植物去实施精准施肥，然后我们达到减少20%的肥料用量。无人机的操作要有证照，宜兰大学讲青农愿意投资成立无人机队，学晓无人机的操作，考证照了后，也应透过在地经营，甲在地自身农民斗阵投入，共同提悬农村工作效率。未来会将农村成功的经验继续对外推广，在台湾打造更较侪智慧农村。记者综合报道。几个同情失灵的朋友，今仔伫立委陪同开记者会，因呼吁政府应该体谅因同情家庭请外籍看护工的辛苦，互因唔免落就业安定费。立委嘛要求讲，政府应该汇兑入境一站式的服务，唔通互同情的患者假做是移工来台湾食头路的跳板。我们很卑微的要求是一个稳定的照护人力。讲出重症失灵者朋友需要稳定看护工的心声，雇主协会找了甲侪重症朋友参入委召开记者会，讲今年正月开始实行的外籍看护入境一站式服务，有指出因颠倒较学得到稳定照护人力的问题。那因为他在一站式服务，他受到的训练是包括他的移工权益，但是没有去教他怎么样去做这些看护的技能。台湾呢，不管是照顾轻症到重症，或者是只是纯粹陪伴的，他们的薪资其实都一样。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透过这个一站式服务，这几万名的移工，他经过了这些
意见的交换跟资讯的交换，他其实大概就知道说，他可以转换到比较轻松的工作。雇主协会统计，九大受过一站式服务的移工，有5%转换雇主也是工课。因认为一站式服务的效果并无好，而且造成重症朋友无稳定照护人力，而且一站式服务一年爱开4亿的就业安定基金。因认为通费度一站式服务，把这寡钱摕来替照顾重症的移工加薪水。那这个一站式服务一次会免除掉一些雇主申请的程序，之后就不用再办理出国通报、评估许可、居留证、办健保卡，一次就可以让雇主减免了这5次的作业哈。有关雇主协会指控有移工以消极的态度逼雇主互因转换雇主。劳动部表示，若移工有相关违规的情形，劳动部会当停止因的评估许可。针对移工会想要换工课的情形，台湾国际劳工协会长期倡议，这是因为台湾看护移工的待遇伤歹，才提出这款问题。记者郭文定随台北报道。每当大约拢有超过5000万人去美国的纽约佚佗，也毋过纽约的旅馆是非常的贵，所以真侪游客拢是睡当地人的厝哦。也毋过纽约政府最近是规定讲，禁止民众甲厝睡互短期的游客，要求讲这个厝哦应该留互长期住伫纽约的人。美国的纽约是全世界上侪观光客的城市之一，但是市中心的旅馆是贵甲会惊人，住一暝上无爱400块美金，差不多大票12000块。较高级的饭店就搁较贵，根本毋是一般人住会起的。真侪观光客会去 Airbnb 还是 Vrbo 的网站，找伫纽约较郊区会当睡短期的民家厝。但是最近若上这网站，会发现会当睡的民家厝数量变甲真少。因为纽约市政府自今年9月开始严格限制这种短期的睡厝。The city of New York is in an affordable housing crisis, so we need to make sure that we're preserving our affordable housing, which is for people to live in permanent housing, not for short-term rentals. 根据新的规定，厝主要先向市政府申请登记，审查通过了后，厝才会当用来睡短期的，袂使一摆睡超过2个人，而且一摆一定要睡超过30天以上。厝睡出去的期间，厝主阁一定要同时住伫内面。若是按照这个规定，目前伫 Airbnb 网站顶头的厝，都大部分拢无合格。常常去纽约观光，也是出差的人讲，安尼实在是真无合理。This is one of the most populated travel destinations in the world, so it didn't make any sense to me at all. 对去纽约观光的人来讲，可能会感觉无方便，但是真侪纽约在地人拢赞成这项新的规定，因为过去伫公寓内面，若是有睡短期的厝，都会一感觉有无熟悉的人出入入。若有安全上的问題，嘛會加真差，環境加真垃圾。Imagine if there's an apartment in a building that's consistently being rented for late night partying during the weekends. That means that the rest of the neighborhood, the rest of the neighbors in the building will not be able to get a restful night. 推出新规定了後，違反規定的厝主上最會去罰款美金7500塊，差不多大票24萬。紐約市政府希望透過這種方法，會當解決紐約房厝無夠的危機，改善主題區的生活品質。但是對紐約一年470億美金的觀光市場，到底會造成偌大的影響，佫需要一段時間來觀察。記者甘文恩編譯。日票變薄哦，所以日本的觀光是真旺。前2天哦，日票換美金，1塊美金哦，會當換150塊的日票。所以有真濟美國遊客攏講哦，即馬去日本佚佗是真會好。伫日本專門賣各種雜貨連鎖免稅商場，是找補shopping的好所在。東京澀谷的這間分店24點鐘開放，請真濟外國遊客來捧場。無論是買套衫、囡仔的佚佗物，還是藥妝等生活用品，這攏總有。重點是即馬買上介俗。Coming to Japan from Hawaii, all my friends have come over. Everyone I know has come to Japan because the dollar is so much stronger than the yen right now. And even my Japanese friends that come to Hawaii come over and tell me how much a Diet Coke is in Japan. And I was like, what? That's it? 去年美國開始新式進程，美金換日票是1塊換114塊，最近已經吸到150個新旅關卡。等於即馬去日本買物件比進前俗3成，加上美國嘅高通膨，所以愈來愈多美國人愛來日本旅遊 shopping。Makes everything seem like really cheap for me. About 70 or 1,000 yen is like $7, I think, something like that. So it makes everything seem a lot cheaper.
不过入票是毋是会继续落车？市场看法有差异。按拜日入票换美金破150了后，佫快速升单来讲，市场人士推测日本官方已经入场支持入票。不过，有专家认为入票到年底进程佫有落价空间，想要扣小额佫有机会。公视新闻詹慧敏编译。下晡8的天气，咱来看个管区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27度，上悬30度。中部地区上低26度，上悬30度。南部地区上低26度，上悬28度。东部地区上低26度，上悬29度。华岛地区上低25度，上悬29度。再来看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第一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下礼拜下晡3点，咱再会。